大家好，我係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嘅陳婉靜。我係古希。喺新年假期之前，我哋學校同埋海洋公園一齊合作，一齊舉辦咗一次成都生態之旅。而喺呢一次活動之中，總共有30幾個對地理有興趣嘅同學參加，而我亦都係其中一位，令我對環境保護有新嘅認識。我哋近距離咁樣觀察咗好多唔同嘅野生動物，例如大熊貓、小熊貓、林麝等等，而佢哋都有自己唔同嘅特性，而我哋亦都了解咗佢哋嘅生活習性、居住環境等等。原來大熊貓對於竹嘅要求係好高嘅，佢哋喺食之前就會聞下，睇下上面有冇蟲卵。如果附近都冇新鮮嘅竹嘅話，佢哋就會行2-3個鐘去其他地方去揾新鮮嘅竹。而家佢哋主要面對嘅威脅係棲息地破碎化。隨住城市嘅不斷擴張同埋發展，人類將熊貓嘅棲息地分割開咗做好多部分，而熊貓為咗保護自己，通常唔會喺接近人類活動嘅地方居住，咁樣就進一步咁樣減少咗佢哋居住嘅面積。之前人類缺乏動物保護嘅意識，會捕獵大熊貓、小熊貓等等唔同嘅野生動物，同埋佢哋仲會侵佔動物嘅棲息地，咁樣佢哋就冇地方住，亦都會更加容易被天敵發現。喺呢一次，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熊貓，例如玲瓏、德德、珍珍、51等等，佢哋都有自己獨立嘅空間，入邊有唔同高度嘅樹俾佢哋去攀爬，同埋入邊都會有好多嘅環境豐溶物。喺天氣變熱嘅時候，佢哋就可以喺樹蔭下面抱住一塊冰同自己降溫。好多年前，人類開始破壞熊貓嘅棲息地，導致佢哋瀕臨滅絕。為此，我哋國家對此付出咗好大嘅努力，例如設置自然保護區、立動物保護法等等。由此可見，中國非常之重視環境保育。喺今次旅程當中，我獲益良多。喺呢次旅程裏面，我可以零距離咁樣觀察到小熊貓，睇到佢哋小熊貓之間嘅互動，同埋佢哋嘅進食方法。而佢哋嘅進食方法同人係差唔多嘅，都係用一個拇指配合埋佢哋嘅手掌，然之後就可以食噶啦。而今次旅程裏面我哋零距離度可以點呢？就係可以睇到小熊貓佢尾巴上面有幾多個花紋。除咗小熊貓之外，我哋都睇到國寶大熊貓㗎。唔好諗住四川淨係得一片竹林，啲熊貓會喺裡面嗰度食自助餐。其實佢哋都會喺個竹林裡面去搣開咗啲竹先，然之後就將棵竹帶到去一棵樹隔離嗰度就可以慢慢食㗎啦。相傳佢哋咁樣做嘅原因就係為咗避免獵食者嘅偷襲。雖然而家啲獵食者都俾佢哋滅絕先啦，不過佢哋而家嘅行為習慣就保留到咁啦。作為地理考察嘅特色之一，當然唔少得野生動物嘅搜尋啦。我哋喺今次嘅四川之旅裏面我哋仲請咗護林員嚟幫我哋去揾到一啲國家嘅1級保護動物，例如靈牛啦、水鹿。唔單止睇㗎，我哋都有上手做嘅時候。喺行程入邊我哋都有份去設計小熊貓嘅豐溶物，去刺激佢哋嘅五官，幫助佢哋去適應佢哋嘅棲息地。我哋最終攀爬架嘅設計就獲得四川當局嘅接受啦，並且而家已經係應用咗喺小熊貓佢哋嘅基地裏面啦。而除咗小熊貓佢哋玩嘅之外，我哋當然有整到大熊貓食嘅部分啦。我哋有份去做破竹啦，同埋去整大熊貓佢哋嘅窩頭，去方便佢哋營養嘅吸收，同埋令到佢哋嗰啲營養可以更加多元化，可以有更加唔同嘅種類去補充日常所需。最後，我哋關注嘅唔單止有大熊貓，仲有海豚、企鵝、馬蹄蟹等等唔同嘅動物。佢哋同樣因為氣候變化或者係濫捕等等因素而導致佢哋瀕臨滅絕。所以我哋學校成日都會同外界合作，令同學可以有機會去親身接觸呢啲動物，去了解佢哋所面對嘅威脅。我哋亦都要由自身做起，保護國家以至世界嘅
自然生態，令到我哋嘅後代都可以咧見到呢啲咁美麗嘅風景。